啊大病，所以呢，哪做来做就是我也，所以呢，有我见，所以我见在将做简单就是将就是将来，第四步就讲将来，将来就是产生一个墙甲你，一个墙啊，一堵墙做墙。 因为你进关的一座墙可以动下来，然后这个墙可以动下来，因为伊这个有沿峡的建立，所以呢，这个将来预算，将的将就没意思。咱讲伊进关的物件是一个一成不等，所以我告诉大家说，你有一些些，它有一些些，你有一点点，它就有一点点，所以和你拢没有变化。 所以你点啊，冰除掉了炎霞焰凶当，第五部位当重，就是很沉重的意思。当的是种力量的意思。因为我头前这里面的当中有，你没有办法转世成智，你做大信，因为头前这样东西。 用这个想，这不用弄想，但是你为了转想、转世，为了成就，你这想这个人，你这顶这个人，你敢转得过？你敢转得过？咱转袂过呢？然后你这人在过去，啊，较讲袂听。 啊！你这人在激动，因为你太难了。后面说烦恼边际，烦恼边际的来问题再来，对头前这无解。也，烦恼边际的救援就是来自头前这个，无离这个。咱是都愈修愈袂舒服，咱愈修愈有意见。 咱愈修，咱的梦想，咱执着愈大，就是你无离开这无言物件。但是我请问，问题出伫啥物啊？问题毋是出伫别人，问题是出伫家己。修对修的时阵，问题是出伫家己。所以我想讲一句话：有道兄大智慧讲，老和尚脾气大，大法师架势大，大智慧。 先老和尚愈修也脾气愈大，伊就是这样子。见的是我慢嘛，到这个话啊，伊修到这个话是我慢嘛，我见嘛，我是老和尚嘛，我是大理者，我是主持嘛，我道我是点外书嘛，我是监理嘛，我是做书嘛，我是哪位嘛，是不是？咱的言侠见，我慢，我能，我吃，我见，太严重。 所以你肯定在修的时候，对，修还愈修愈高明，愈修愈快，愈修愈快，头发变现在愈修愈紧张，因为就是你红了，你这样做，这个做人家来讲是清楚。因何文化不足开模？是安怎文化你家己定位袂可以，就是后边，这烦恼阴清，犹如大风覆盖乌日，不定风吹。 犹如大风覆盖乌日，妙不妙？是的哦。这是看不清人，不敌风吹，风的表现，文的变化。 文就是这言侠也中当，完了，你这个都，哎呀，但是咧那个风吹，如果咱听见咱听写，然后破掉言侠也中当，莫见莫去，这种都是这物件，都是参照你今日风吹
明显，你一定要整，你唔免干电脑，我干比较，你唔选东西，我爱什么？